中华的东犁溪这几冬啊，经过整治是豆豆啊恢复生态啊，嘛真做是保育水鸟的生态地。也毋过7、8月份这大水洪呢，是甲溪林互鸟啊休困的铺倒甲强调起，所以在地即嘛是建议县政府应该爱来定河川的管理计划。有33公里长的中华东犁溪，除了是重要的农业灌溉用水，这几年经过整治营造，嘛真做侪水鸟的生态地。但是在地团体却发现，今年7、8月大水雨，河岸边的土坝流失，河床的铺倒生态嘛受到破坏。这几届的大雨吼，我看到伫沿岸内底大概是4到5处的湖岛，拢有流失掉了啊，很可惜啦。啊，我们也观察到，讲咱的包括鸟类吼，包括咱的红冠水鸡啊，原本伫咱的水面拢足多吼，即摆要看到拢有较困难一点嘛。长期关心东犁溪整治的乌埔社区大学表示，东犁溪的铺倒是由水生植物掺土沙组成的自然生态，大部分会伫河床中央，嘛是因咧观察水鸟真重要的生态指标。即便大水雨造成袂少铺倒消失，互水鸟失去生态地真无彩。希望政府会当制定相关的河川管理计划，保护真无简单营造出来的生态环境。每年都有定期跟不定期针对一些排水的状况去做清淤的动作。7、8月的雨量比较多啦，所以造成有一些地方有可能土体有冲刷，比较流失比较多的部分，我们就是可能用太空包或覆土，把土皮恢复原状。水事处表示，东犁溪拢是较天然的土沙河岸，本身就较会因为大水雨流失。水事处讲，针对流失较严重的所在，未来做复原施工的时，会尽量恢复原本的无忧，嘛会避免人为干扰，搁去影响到当地的自然生态。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。